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开始上第10课。别找了，手机在桌子上呢。我们先学习生词。好，跟老师读：西瓜、西瓜；鸡蛋、鸡蛋；休息、休息；吃药、吃药；手机、手机；准备午饭、准备午饭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也可以说准备早饭、准备早饭；准备晚饭、准备晚饭。好，那我们的休息啊，休息就是 have a rest。这里有俄语啊，你同学们自己看啊，休息。准备午饭啊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обедать， 准备午饭啊 обедать。准备就是我们的приготовить。早饭 завтрак， 早饭早饭，准备早饭，准备早饭啊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завтрак。 准备午饭也可以说准备晚饭啊 обед啊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обед。 准备午饭，那我们也可以说吃早饭、吃午饭、吃晚饭。你什么时候吃早饭？你什么时候吃早饭？我8点吃早饭。你什么时候吃午饭？我12点吃午饭。你什么时候吃晚饭？我6点吃晚饭。好，这里啊要记住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同学们你们自己看着拼音，然后读这些生词。好，现在没有拼音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跟老师读：西瓜、西瓜；鸡蛋、鸡蛋；休息、休息；吃药、吃药；手机、手机；准备午饭、准备午饭；准备早饭、准备早饭；准备晚饭、准备晚饭。我们的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，同学们记清楚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西瓜。西瓜是什么？来看图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瓜啊，西瓜。我们说一个西瓜，一个西瓜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吃西瓜，吃西瓜。你们喜欢吃西瓜吗？那喜欢对吧？因为西瓜很甜，很甜啊，甜 sluggy， 也有很多的水，对吧？水，我们说的就是多汁啊 juicy。鸡蛋，那鸡蛋，我们说2个鸡蛋，一处啊，2个鸡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鸡蛋面，鸡蛋面啊，鸡蛋面。休息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休息。你想休息一下吗？一下我们就说休息一下啊，
休息一下就是时间非常的短 very short， 休息一下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今天很累，我要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吃药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吃药。如果你生病了，那你要按时吃药，按时吃药。按时就是医生说什么时候吃药，你就什么时候吃药。那你该吃药了，该吃药了，就是你应该吃药了。手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手机啊。我们说一个手机，一个手机。用手机打电话，用手机打电话。那现在同学们自己在用手机看老师的 video 是吗？用手机看视频，用手机打电话。准备午饭啊，准备午饭。在中国，午饭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午饭 очень важно。那我们说可以说谁在准备午饭？谁在准备午饭？谁就是我们可以说啊，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我在准备午饭。妈妈在准备午饭啊，妈妈在准备午饭。好了，现在跟老师再读一遍啊。第一个西瓜，西瓜，一个西瓜，一个西瓜，吃西瓜，吃西瓜。鸡蛋，鸡蛋，两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鸡蛋面，鸡蛋面。休息，休息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吃药，吃药，你吃药了吗？你吃药了吗？别忘了吃药，别忘了吃药。忘就是忘记啊 ，forget。别忘了，别就是不要啊，不要就不要忘了吃药。手机，手机，一个手机，一个手机。用手机打电话，用手机打电话。准备午饭，准备午饭。谁在准备午饭？谁在准备午饭？妈妈在准备午饭，妈妈在准备午饭。好，现在你们自己读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完成这里的练习题啊。好，西瓜，西瓜它的图片是什么？是 B 对吧？对，很好。鸡蛋呢？鸡蛋 A， 非常好。休息，休息 C， 吃药，吃药哪一个 F。 手机，手机。准备午饭，准备午饭就是 E 啊 E。 你们都做对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这里。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啊，就如何来，我们说动词后面加上我们的宾语 object 啊 object。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试。听，听什么？听音乐啊，音乐，音乐 music， 听音乐。
我们可以听音乐，还有可以呢，还可以听录音，听录音。考试的时候呢，会说啊，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，对吧？踢什么？踢足球，踢足球，对吧？踢足球。玩啊，玩 play， 玩什么？玩，我们可以说玩游戏啊，游戏就是我们的 game， 玩游戏。写汉字，很好啊，写汉字。下什么？下午，不能这样说啊。下午它是一个我们的 noun， 是一个名词。我们可以说什么？下飞机啊，对，很好，下飞机。还有可以呢，下车，对吧？下车，车就是我们说的 marshrutka。开什么？开门，开车，对吧？开门也可以，开车。好了，同学们可以再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